台中传出那像是非洲猪症的病例，这是发生伫个5车的饲猪场，目前已经有100多只猪仔死去，初步检验是阳性的反应，接落来要着分析这病毒，才知影到底敢是非洲猪症。农业部主管动物疫病会及主管同齐出席早起10点的记者会，宣布伫台中5车一个饲300只猪的饲猪场出现亲像非洲猪症病例，目前只初步检测病毒核酸是非洲猪症阳性，还未分离出病毒。农业部宣布先高规格防疫，全国猪仔中昼开始禁分禁台5日，喷全面禁止饲猪。这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只第一次检测到病毒核酸，那个厂已经清除了。第二个，全国的禁运禁宰5天；第三个，禁止厨余养猪。接下来的5天是非常关键的。这个饲猪场以当地清洁队收来喷来饲猪，早早开始出现猪仔异常死亡，先试验治疗，但不过后端检测发现，到20已经有117只猪死亡。动保处人员才采样送检。兽医所立意送检，尾仔6点结果出来，目前初步研判病毒株有重组现象，甲越南的病毒亲像度真悬。相似度是比较像越南的第1跟第2型的重组株，会去做另外一个基因型别的基因区的一个确认，那需要到可能今晚或是明天才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。根据动物世界卫生组织规定，本土头一个发生的案例要做病毒分离才会当确诊。对此，兽医所表示需要时间第4日，等21日，另外国内支持5日无毒交易。农业部表示，会释出冷冻猪肉，供应无问题。就储存在民间或者是肉品市场的库存量，每天都有大概1个月的使用量，都有库存1个月的使用量，那应该是可以足够供应目前的需求。目前技术案例场猪仔全面破晒，4区为3公里猪场，一个停养，一个关节，拢无异常死亡。农业部呼吁，猪农唔通惊吓，继续做好生活安全的工作，千万唔通投注疫苗，因为无效果。也呼吁民众唔免烦恼，非洲猪症唔是林畜共同传染病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